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台铁瑞丰到高雄仔站，除了透早东正线已经恢复通车，交通部长林佳龙透早就到高雄仔站实早，伫5点17分有第一班的火车通过。目前是为了安全，这个区间先限速40公里。今仔阁有5班车停驶哦，明仔载第三全线完全来恢复正常咯。也毋过西正线因为状况阁无介好，直接要到1个月才发到通车。透早5点17，头班自北岛站出发的列车通过高雄站，代替瑞丰高雄段14透早恢复东正线双向通行。交通部长林佳龙也来视察。列车经过我们有就是采取就是速限40公里这个确保这个行车的安全。那也呢在正式通车之前已经有架设全测站，那跟这个包括所有的设备人力都到位。我们所有的同仁这个感谢那也这个真的辛苦了，是应该的。发红包予代替干部单，为了这段时间的辛苦，经过10天的抢修，总共清出9700立方公尺的土石，完成铁架路架电火条的作业。这次恢复通车营运，不过随正线因为边坡有岩盘走位，这几天佫落雨，所以会修改工法。好，那西正线还要再进行这个整个边坡的加固那同时因为走山的关系我们也必须在维护整个就是安全的前提下那进行西正线进一步的修复。同仁是估计了这个应该都是至少1个月以上的时间。通车第一天会有5班列车停驶，自15开始全线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明年的10月份就会使进口。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强调讲，袂使用法律来设定贸易的门槛，才袂造成贸易保护。昨苏贞昌到台湾艋舺基地，用3杯羹微微艋舺送互查孙仔，所有民众看到讲发票有拍，行政院的统一编号。行政院是解释讲，苏贞昌其实并唔知影发票有拍统一编号，嘛强调讲这笔钱未报销，请外界唔通误会。提到台湾组织的艋舺准备要介绍，行政院长苏贞昌讲，这是要买互因查某孙看的，抑阁摕3倍券介绍，提前决定3倍券的使用期已经要到啊。现在全国2356万人，已经有2316万人有3倍券，还没有领的赶快领，还没有用的赶快用。因有人目睭正尖，发现店员伫咧发票顶头拍行政院的通编。对此，行政院昨暗时赶紧澄清讲，确实有事先提供资讯给业者，不过苏贞昌对发票的代志唔知影。为了要避免社会误解，行政院会派人去换收据发票，因为照法律这袂当用公款核销，主计单位也袂许可。这样结账了吗？结账了，完成了。结账安尼，发票，好。OK， 好，谢谢你。大家都来消费3倍券，买漫画。明年1月政府就要开放内都进口，是毋是要强制标示内都引起争议？苏贞昌讲，政府袂当用法律设定贸易条件，若要引起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不过有人质疑是，要未谈判就先导航。苏贞昌重申，对台湾上有利，对人民上安全，是政府的2大原则。这样会引来贸易报复，而且会被认为是歧视，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世界自由贸易、跟世界往来。所以考虑都要方方面面都要很周到，对台湾最有利、对人民最安全，是政府唯2的原则。行政院捍卫开放内都，也积极伫咧推动组织改造，尤其是要规划成立作为发展部。不过，民进党立委敢若意见无相同。苏贞昌讲，做改是正大的工程，也该加听各方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3倍券年底就到期咯，袂使搁使用。台中传出讲有人摕已经去银行换过现金的3倍券来买物件，银行一定转过因仔的3倍券是安怎留伫市面？警方嘛已经开始调查咯，嘛呼吁店家爱特别注意。
敢是去画面内底乌色轿车伫台中市一间槟榔大头前停落，问讲敢是有收3-8罐。他就拿那个钱给我看，然后后来我说我这边没有收这个钱，他这种。这个业者无要收车，佮驶离开，佮找另外一间，结果有人无细记变成受害者，伫面册打出相片，3-8罐顶面已经有银行登印啊，日期是7月28，佮讲家己哄骗400块，爱大家细记，伊嘛伫头一个时间报警。他就是只看到振兴券，那200块那个他是折着的，用折着的就交给他，他们就走了。走的时候，我们李明后来发现说，后面怎么说有这个台中星光银行的，有盖章。3-8罐该当使用一届，银行收到3-8罐了，伊正常的流程是爱交回去，伫市面上无应该看会到。即起全国头一个已经使用过3-8罐外漏案件，原因如何？行政院苏贞昌交代，爱严格追查。盖了银行对领章的，那是没有办法再换。那我们其实是提醒店家，那时候3倍券可能翻到背面看一下，因为照理说这样的券是不会流出来的。刑法的规定啊，他这个涉嫌人啊，如果行使已经兑现过的这个消费券的那个振兴券的部分的话，那他可能涉及这个刑法的诈欺罪嫌。根据监视器画面，警方已经锁定2个查甫人，嘛找到画面内底乌色轿车的车主，感觉是嫌犯之一，佫需要再厘清。更加重要的是，要彻底了解为什么已经使用过3-8罐会为银行流出来原因。记者郭灿平友做台中台北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年冬天以来上强的冷空气报道，北台湾佮宜兰花莲地区今仔拢会较凉冷。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哦，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佮恒春半岛会落雨，加上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佮大台北山区有的所在会落大雨。透早温度上低是伫苗栗13.5度，今仔愈暗会愈凉冷哦。暗时到明仔载透早温度可能只有12度，大台北地区嘛只有14度。拜四温度会小可较悬一点啊。这波冷空气除了天气变较寒，嘛带来境外污染。今仔日苗栗佮中部地区空气的品质是感觉小提醒哦。金门、马祖、彰化、云林、嘉义、台南，佮有高雄、屏东会出现红色警示。咱嘛来看如何详细报道。礼拜早起将看到日头，不过好天气持续无偌久，气象局预测又有2波冷空气会闪入来。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头一波低温会出现在8月14到15透早。中部以北、外郡山区边地上低温恐加来到13度，南部甲花莲台东地区大约在17、18度。而第二波的冷空气预估会出现在19、18假日。其实这波东北季风来说强度蛮强的，接近于冷气团。那它影响最明显的一个时间点，周一晚间到周二清晨，以及周二晚间到周三清晨这一段时间，预计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话，夜晚清晨的低温下探14至16度。气象局提示，拜一到拜三东半部也伴随短暂顺雨，贵人北海岸甲大台北山区严防局部大雨。预估17气温慢慢回升，北部日时高温会回升到22度。北台湾的像是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这些区域都是云多，有一些短暂雨的状况。那特别提醒，要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还有在宜兰地区，可能要留意一下降雨的状况会比较持续。除了气温向下降以外，13环保署的空气品质监测到，西半部对中华以南拢是到柑仔色的警戒灯号，空气品质指标一路到蓝超过100。而在高雄市前镇地区更加出现超过152的红灯提醒。环保署讲，这波境外污染物会继续影响到15。记者综合报道。亚洲有真侪所在拢开始落雪咯。中国乌龙江省昨的温度只有零下44.3度，是今年入冬以来上低温。伫北韩哦，昨嘛落第一场雪。印度的克什米尔哦，嘛举办伫雪地来骑脚踏车，佮有出兵出雪等等的比赛，希望会使来振兴观光业。真侪人摕着水向天顶泼出去。13透早被叫做是中国的北极村的迄日天无雨期，温度降到零下44.3度。真侪人走到厝外捧一桶烧水泼在天顶，就结做一道弧形的冰架。也有人听到结冰的声音，这也是最近正流行的泼水成冰。幕雨到冬最进前，日是7点钟，暗暝17点钟。伫咧以前出现过上低温度是1969年2月，摄氏零下52.3度。
视频上都看到这个泼水成冰，特意过来这边感受这边寒冷，然后就尝试一下这个泼水成冰。路透社报道，北韩的官媒中央通讯社报道，13日的平壤降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路透社无法度确认这个消息是真的假。在这段落雪影片内面，落的拢是雪。北韩中央通讯社讲，在中部地区到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雪深度有到5公分。今年平壤的初雪比往年平均晚29天，比去年是晚13天。另外，在印度克什米尔的古尔马格，12日在当地办一场雪地冒险运动节庆，真侪人在雪地内面出雪出冰骑脚踏车。और अभी तो बर्फ़ भी बहुत ज़्यादा यहाँ पे हो चुकी है और हो भी रही है करंटली तो आई थिंक पीपल शुड कम एंड एंजॉय हियर इन गुलमर्ग स्पेशली जो आज हमने देखा यहाँ पे साइकिलिंग से रिलेटेड इवेंट्स थे या स्केटिंग या स्कीइंग से रिलेटेड इवेंट्स है पीपल शुड कम एंड एंजॉय हियर 古尔马格是正受欢迎的旅游地，不过印度在去年废除查莫克什米尔邦的特殊自治地位，更实施长期宵禁，当地旅游业只好在这种情形下努力的振兴观光业。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报纸新闻，先来看《彭哥日报》。日本、印度的时报报道讲，台湾的科技大厂伟创在印度专门的生产 iPhone 的工厂发生2000名员工不当破坏工厂。当地政府初步调查是发现讲，伟创拢有准时甲钱汇互劳务公司，要付员工的薪水哦。到底员工是受到什么人的使人，薪水敢有问题？目前拢会进一步来调查。再来看《联合报》，明年的10月初1，英国特别正式来脱离欧盟。英国甲欧盟将对未来的关系谈判，目前拢有共识，只存公平竞争的原则，佮解决未来双方争议的机制，佮有期权的问题。目前佮有一寡意见哦。本来13是最后的期限，也毋过目前双方都已经先延期咯。再来看《自由时报》，台联伫去年的11月份记者会公布第5届监察委员张武修。高永成针对器官捐赠案哦，来约谈台北市长郭文地，约谈的录音甲例稿，拢总有11支的影片。前监察院长张佩业要求爱查，讲影片是安怎来泄露出去的。新一届的监察委员上任了，甲这案来做是机密案，嘛甲专案来送检调侦办。昨咱国内个新增加3件武汉肺炎带病入境的病例，拢是印尼的移工哦。这3个人拢是伫12月初4暂停印尼移工入境之前来到台湾，其中有2个人有提出上飞机之前3天阴性的检验报告，也毋过后来嘛是佮验出病毒。指挥中心目前是等咧规划讲，未来印尼的移工检验报告，就爱伫咱规定的所在做的才准算。国内个新增加3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确诊个案，全部来自印尼。指挥中心表示，第735例是伫11月24来台湾工作，有登记前3日内核酸检验报告，12月初查检验期满了后自费采检确诊。第736例是伫11月28来台工作，同款有登记前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入境时无症状。12月初4入境1礼拜采检是阴性，初查捌出现巴肚顶上的头症状，12检疫期满进行采检确诊。第737例11月23捌伫当地检验是阴性，不过入境时无附报告，到即马无症状。11月28甲12月初8，各集中检疫所2摆采检阴性。12月初查检疫期满了后，中介安排自费采检确诊。是血体值一直在30以上啊，就有可能跟时阴时阳，就是有时候会验不出来啊。那也可以看到说，我们第案737哦，它也是在28号跟12月8号，我们也都验不出来。愈来愈侪印尼移工摕阴性证明入境，煞伫检疫期间采检确诊。指挥中心表示，这种情形除了有可能是加做检验以外，也有可能是病人入境进前，医院是伫潜伏期才会检验袂出来，就亲像第736例。也有一种情形，就是属于早期感染这种病人的 CT 值拢超过30。第737例就是这种情形。未来针对印尼移工有考虑爱到台湾驻外管处规定的认证机构做检验。加上5号。目前我们可能的做法是请我们印尼当地的驻外馆啊这边请他们协助，就是寻找这个认证的实验室来做检验的机构，会依这个方向来进行。
进前中研院发现，目前全球上流行的新冠肺炎病毒株是变异了后第6型。钟义雄表示，这代表病毒无大量突变，这关系未来疫苗是毋是有效，甲感染者免疫了后是毋是会阁感染，这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不过，这情形是毋是应继续，目前也无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各个国家，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7100万例，死亡的人数嘛已经有161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早是新增加3个病例，目前是736例；中国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7500多例，日本已经超过18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600万例，印度嘛已经超过985万例，巴西是超过688万例。另外，伫欧洲方面西班牙嘛超过174万例，法国超过243万例，英国嘛已经超过185万例。再来看有袂少得着武汉肺炎后来康复的病人也毋过说传出有袂少的病危，医生嘛无啥物办法。有的病人后来是定定拢感觉真疲劳，伫工作上互头家是真无谅解有一名意大利的患者就伫面册来成立一个自救的组织已经有上万名的民众加入了。坐伫电脑前59岁莫莲娜专注拍着电脑，今年3月伊被感染新冠病毒。虽然好起来，也毋过却有袂少病危，包括定感觉忝、喘气问题等，互伊的生活受到影响。Mi dovevo fermare perché soprattutto questo affanno, questa stanchezza, questo malessere generale, perché arrivi a un certo punto che ti senti come fatta di legno, durissima, con le articolazioni che ti fanno male, che fai fatica a camminare, quindi。虽然这好起来的人向医师求救，却电防误认识焦虑过度等精神疾病，得不到医师的帮助，也得不到雇主的谅解。最后，意大利好起来患者雷莫娜伫面册成立自救组织，咱打败新冠病毒，吸引1万名好起来患者加入，互通好起来病危资讯，并且互相加油。有这款困扰，也有36岁印尼患者朱诺，伊3月感染病毒，好起来了后出现到胸坎痛。心脏皮破产、胸腔叽叫、甲肉头毛问题。Rata-rata mereka-mereka yang saya temui dan saya ceritakan mengenai apa yang saya rasakan, mereka tidak tahu apa yang terjadi dan mereka tidak bisa 所以，伊也决定家己创办支援组织——印尼新冠病毒幸存者，帮助其他印尼好起来患者。根据美国 CDC 疾病控制甲预防中心7月份公布的研究发现，出现感染症状的成年人中有35%伫确诊了后，2到3礼拜也无法度恢复正常。美国内达华州沙漠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大约有90%的确诊病人伫确诊90天了后，身上犹原会有至少1种的症状，显出感染新冠病毒了后，就算是好起来，未来也可能爱长期带着病危来生活。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译。每年的耶诞节、耶稣出世的所在，伯利恒拢会请来真侪观光客。也毋过今年因为疫情减少真侪来朝圣的游客，所以过节的气氛有一点仔冷冷清清。门口菜真侪装饰品，店内摇放庆祝的歌曲。耶路撒冷这间店，灯饰、画像、耶诞树，甲节日有关的拢有，就是无人。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year and the years and years which we never have this situation, we don't have tourism in Jerusalem. 伫往年这个时阵，耶路撒冷是观光客开甲满满，不过今年无半人。往南边耶稣出世所在伯利恒店也拢全部拢关掉的，马祖广场也无人客。往年拢有几多千人来，今年拢无过节的气氛。على قطاع السياحة هذا القطاع الذي توقف العمل فيه بالكامل منذ 5 من آذار منذ إعلان حالة الطوارئ في فلسطين. 无人是因为巴勒斯坦今年年初因为疫情边界封起，也甲450万的外国游客关入咧门花。旅游业66亿美金的产值拢会花去，不过拄到疫情，政府也无法度放令。为了要避免疫情扩大，政府已经缩小伯利恒耶诞点灯仪式的规模，限制50人参加，也规定规个假期耶诞树甲餐厅暗时9点就要休困。同款无人的也有意大利威尼斯，
制作以150条运河加传统的古船，广东拉正有名的水道，古船人无代制作，拢伫咧耍手机啊。Per esempio io sono già 4 turni che non lavoro, per cui vuol dire che sono 20 giorni che non guadagno niente, no? Non è quantificabile. Qui oggi per esempio a San Marco ho lavorato una sola gondola. 疫情和本来正闹热的威尼斯恢复宁静，因故也和400多位古船人生活困难。当地船夫协会讲，自去年11月了，就差不多拢无人客。过去每载一船人客就当赚80澳元，差不多台币2700。这么船是采几工拢无叮当。Il problema è che l'economia di Venezia è tutta improntata sul turismo, quindi è difficile trovare un lavoro al di fuori del turismo stesso. 当地产业拢互相有关系，古船人无收入，收船的师傅也无头路。因过官员讲，即马是无人会当预期当时会当复苏，只好是希望寒冬赶紧过去，恢复到以前的情形。公司新闻齐万玲编辑。最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步步的准备接任的工作，也毋过川普是个还未认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1是驳回川普大票仓得州的诉讼针对4大关键州选举结果有问题诉讼，川普定义法律证步步败退。今仔特别举行选举人团的投票，川普想要变盘，应该是无什么机会啊。美国德州的检察长这个月7日以选举过程危险做理由，要求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乔治亚、密西根、宾州甲威斯康星4大决战州的投票结果。主张这4个州伫咧疫情期间大主大意改变投票定数，扩大假批投票，秩序违规情形不断。了后，其他18个州嘛起来相挺，还佫有106名共和党的众议员联署支持。不过最高法院犹原伫咧11号甲诉讼驳回，并且发出短短的声明指出，德州提起的诉讼伫咧宪法欠缺立场，而且德州无法度证明讲伫咧司法有利害关系，会当去介入其他的州如何处理选务。佮加上最高法院伫咧7日驳回宾州金餐枪的诉讼，两大失败，互川普的阵营变盘几率渺茫。川普是发推特表示讲，最高法院互咱失望、无智慧、无勇气，犹原认为讲若是只算合法选票，家己明明是压倒性的胜选，指控选举作弊真袂见效。12几啊千名川普的死忠支持者行上华府的街仔路，指控拜登甲选举结果偷去。不过路透社报道，这指控拢无根据。Trump's warned us about them for years. We've been warned about mail-in ballots forever, but the Democrats took every avenue to cheat in this election. We've got to get it back. It's ours. 美国大选是间接选举，12月14就得要举行选举人团投票，各州的选举人依照普选的结果投予候选人，了后就会正式确认美国的后一届总统。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俄罗斯甲乌克兰最近为着罗宋汤到底是谁先发明的，民众是吵吵闹闹。国际间大多数拢认为这种汤是俄罗斯的特色菜名嘛是以俄罗斯 Russia 来号的。也毋过乌克兰是认为，因这是这种汤的源头。有一名德籍师傅就呼吁文化部爱向联合国来申请罗宋汤，算是乌克兰的文化遗产。乌克兰的历史学家欧琳娜伫咧中部的罗宋汤博物馆内面，正规属的传统服装，示范几600年历史传承正宗的罗宋汤的做法。上重要的红色的甜菜根切丝，蒜头拌好油，搁加头毛豆、葱头、包心菜、马铃薯、红菱仁，还有香料，装伫灰仔红内面，放入去油内面烧，煮好摕出来，挂一显贵香杠杠。对欧琳娜来讲，这就是家乡加历史的气味。Так я іноземцеві завжди розкажу, що це та страва, яку я одразу їла після маминого молока. 伫首都基辅，巴黎那大度假学校毕业的总铺师克洛普滕科已经无法度忍受全世界拢把罗宋汤当作俄罗斯的名菜，伊成立乌克兰文化协会，研究罗宋汤的历史。Реєструємо набагато більше. Ми реєструємо культуру борщу в Україні. Це означає, що всі аспекти, які пов'язані з традиція, культура приготування борщу, це про те, що ми тут настільки
готуємо його багато, що це стало цілою культурою. 乌克兰人认为，罗宋汤上早被记录是1548年由欧洲的旅行者伫咧基辅附近的市场啉到了，写伫咧伊的日记。尾到斯大林时代，才写入苏联国际食谱。去年俄罗斯伫咧官方推特打罗宋汤食谱，讲是俄罗斯永远的经典名菜，上受欢迎的传统美食。伫网络顶引起乌克兰网友的反驳。国家2014年以来，两个国家因为克里米亚主权的问题，深受纠纷。罗宋汤之争已经变作国家甲文化认同之争。罗宋汤已经是规个前苏联地区斯拉夫文化内面的日常食品。伫每一个国家拢演变出家己无同的口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讲，就算是乌克兰申请成功，其他国家也是能以其他版本，搁再注册罗宋汤文化。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路透社报道指出，有国家机骇客入侵美国政府部会偷摕资讯，因为状况真严重，被白宫嘛召开国家安全会议来应应。再来看非洲的疫情是真严重，咱国的非洲友邦史瓦蒂尼总理戴安博，伫一个月之前去挖到病毒，昨下晡过身，今年才52岁。再来看美国的司法部已经发出传票，要求总统当选人拜登的第二后生亨特，要提供甲乌克兰天然气的公司等企业的相关资料。因为不满民进党执政也毋过总统蔡英文伫重要典礼又个是咧唱国歌。台湾制宪基金会甲台人发起新国歌运动，要向全国民众来听选新的国歌。也毋过国民党的立委林奕华是表示无党所宗已经有新的解说，嘛已经毋是代表单一政党国歌的争议应该会使为国歌的教育来做调整就好。今年5日控就职典礼，总统蔡英文照往例唱国歌。有独派不满民进党完全执政议员延向国民党，将孙文写予黄埔军校的训词，为1930年将国民党党歌代用正做国歌，到即马13载起，台湾制宪基金会甲台联发起新国歌运动，要向全民定选新国歌。这所三民主义无党所宗，试问有谁可以感受到他要表达的那个内涵？如果维持这样的现状是执政的目的，那我们这一票是白投了。过去一项主张反对唱国歌的独派大脑高宽敏，因为身体无舒适，临时无来。台湾制宪基金会认为，国歌应该要反映出人民甲土地情感认同。将台联立委周年安表示，该国歌无干涉宪法法律，专辑照一张行政命令就应该管。今天大家在讲国在讲无党在讲，是说我们大家好要共同去追求的嘛。而不是说是哪一个党的啦。国民党立委林奕华强调，五党所宗已经有新的权势，无国代表单一政党，国歌争议应该为国歌教育做调整。这个会期，民进党立委陈仁辉提出国家正常化修宪提案，要删除宪法精修条文中的国家统一的字句，按过测试被国民党否决退回定数委员会。林奕华解释，民进党伫立法院占大多数，是不是正是退回？关键也是伫民进党。记者综合报道。有媒体报道讲，指挥中心准备要买1000万剂疫苗，是牛津大学开发的疫苗嘛讲效果那剩无亲像辉瑞疫苗遐尼好。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是回应讲，目前是搁超测，嘛无方便讲伤济暂停1年以讲入境2礼拜，就特别到期咯，敢会重新来开放？陈时中嘛讲这2天会来讨论。近日啦，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已经甲国际药厂直接预购1000万剂的新冠肺炎疫苗。有媒体报道，这1000万剂是牛津大学甲阿斯特捷利康来合作的。毋过，这疫苗临床试验的结果比莫德纳和辉瑞疫苗较歹。早起卫福部长陈时中出席活动接受访问时阵表示，买疫苗的标准是根据科学实证的依据。疫苗的购买，我们当然看它的一个有效性，跟它一个相关临床的实验，那由专家来判断。
因为在我们各种在签约、在前期谈判的时候，都没有很明确完整的一个临床实验的报告，是要靠我们专家学者的一个预先的判定，那及时的订定相关的前期谈判的合约。那才能够确保我们可以买得到。但是中表示，即马欧美已经小连续开始大量来注新冠疫苗，这寡注射相关安全性的资料追踪，未来对台湾开始注疫苗会有真大的帮助。不过无法度确定疫苗会伫咧明年第一季就摕到，因为有签保密协定。即马这个阶段讲收清楚，对谈判不利。目前确实有甲几啊间厂商伫咧谈判当中，最近会有结果，若是确定就会公布。另外，印尼移工入境了后，确诊人数增加。前一日指挥中心宣布暂缓印尼移工入境2礼拜，目前已经过10天啊。针对这个代志，但是中共这2天会讨论讲，印尼籍移工敢是要重新开放。原则上应该是会朝向就是说有条件的稍微开放一些，来因应我们最迫切的需要。根据劳动部的统计，11月份逐礼拜入境的印尼籍移工平均人数是677个人，这届到12月初4到17，全面暂停引进2礼拜，预计超减少1350个印尼籍移工来台湾，敢是卖关制其他国的移工，但是中表示目前无计划要扩大办理关制。记者综合报道。地方上大条，咱来看自助洗车就爱洗哩。最近屏东有一个16岁查某囡仔，甲因朋友去洗奥多拜哦，伊朋友甲用风枪要甲水吹互干，结果把库米啊去互风枪扫破，镜片去扫到少女的目睭着伤哦。也只是提醒讲，这种风枪是真强，所以使用就爱洗哩。朋友摕风枪牵过各个路电动机车的马库米亚，边个少女徛伫后边，不过想袂到喷枪对准马库米亚空旁时意外汹汹发生，少女根本是袂护闪，就被镜片的碎玻璃射入去2个目睭，惊甲伊是哭落来，暗着面被紧急送去病院治疗。看起来眼球是一个皱缩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紧急的来把伤口来缝合，要不然怕细菌跑进去，导致眼内炎，可能会导致失明。医师检查了后发现，这名16岁姓叶的少女，倒边的目睭仁已经破去，正边的结膜也擦伤。到病院进行视力报告0.1，好在在经过手术甲药物治疗了后，视力即马慢慢恢复到0.4甲0.8。这代志相关责任也伫咧调查，不过有机车行业者提醒，风枪每平方公分的压力一般伫8到16之间，使用就爱细致。那我们在喷的时候会用甩的方式，并且是有效有距离的，不能这样子强压着它，一压下去，可能它内部空间没有办法得到释放，而造成破裂。风枪直接喷向马库米亚小水坑，可能互镜座内底压力一时伤过大，造成镜片喷飞轨迹。各个路也发表声明，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阵，已经马上打电话关心少女，强调所有汽车厂牌的马库米亚伫出厂进程拢符合政府法规，伫一般使用之下拢是安全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前2天哦，屏东有一位唱水教练哦，带学生去屏东去恒春的山海渔港附近唱水，伫岸边10外公尺所在哦，发现一只保育类的海龟，去互网电掉的，因赶紧甲网挂互破，要来抢救这只海龟哦，也毋过最后嘛是无救回来。野海龟的头部出了纹，为抢救渡水的海龟，唱水教练表示，当时家己啥物也拢无咧想，不过伫网络顶悬看过，其他人对狗仔甲鸟仔做过 CPR， 有活过来现象。伊受过专业训练，决定要试看卖。它的嘴巴跟鼻子比较靠近嘛，是。所以我吹的时候，就整个含在它的嘴巴跟鼻子，就整个包覆起来吹。那你知道海龟就是要呼吸的嘛，也有可能有活的机会。海龟救援事件就发生伫12早起，67岁姓詹的唱水教练，带10个学生为恒春山海渔港唱水点唱水，伫离岸边10多公尺，发现一个渔网将这只保育类的海龟填伫内底，提起刀挂破渔网将海龟送去水边喘气。不过因为受困伤过久，抢救了后也是死亡。唱水教练表示已经尽力将气拢吹入去，不过也是未当救活。不过兽医所认为效果有限。只有把嘴巴打开，其实你这样子空气吹，不见得能够吹到它的肺脏里面去，至少要从声门那边直接有管子可以通到它的肺
在国家公园范围内，释放流刺网，除了可以依国家公园法裁处3000元罚款之外，那这一次事件因为造成海龟的一个死亡跟受伤，也同时触犯了野生动物保育法。市卫所建议，拄到渡水的海龟，应该到岸顶将海龟的尾牙悬，互伊输掉的海水或者是沙引吐出来。垦管处表示，垦管处会定期做海蟹巡查，清理违规的渔网仔，抗渔网仔造成海龟受伤或者死亡，会触犯动保法，应判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呼吁民众千万唔通犯法。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疫情所以真侪老大人拢踮伫安养机构内底惊出外去活着。有老人之家就专工找人来摆市啊，或者是时段来设计，嘛带这老大人去咧遐病来翕相想要去对一个国家电脑的背景拢会使选但互因亲像出国同款。稍微微笑一下，眼睛睁大。一张一张的相片，甲即寡老大人出国佚佗的记忆记录落来。不过，斟酌甲看，这款相片拢是伫摄影棚内底翕的。跟他出国吧。我自己也很开心，我在那边也照得很开心，也学了很多。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出国游览，老大人的抵抗力歹，甚至真少出国行打，行去活着。所以南区老人中心就用伫摄影棚翕相换背景的方式，互老大人看起来亲像伫国外景点头前翕相，长辈拢感觉足心息。因为整个疫情的关系，其实长辈有些长辈在反映说，可不可以有机会去日本玩，所以就用一个所谓的伪出国的方式让他们去哪里可以拍照，也邀请了一些摊商进来，然后让他们有多元选购衣服的机会，让他们也感受一些东南亚的一些美食文化。其实南区老人中心当年拢会办无同的活动，今年唔但互老大人翕趣味的相片，嘛邀请中央市场甲新住民来摆档，请志工陪老大人出来设计，食好食的外国食食，互老大人会当出来唠唠的，甲同辈开讲，就亲像做伙队团旅游同款。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的囡仔生了少所以真侪偏乡的学校一年拢有少数几个毕业生嘛无通去毕业相，嘛无通做毕业纪念册。有一个偏乡学子愿望协会的4个行大，免费来替遐偏乡落实的学生来翕相做毕业纪念册，嘛希望会使为因的青春留着纪念。加上几个学派的姿势来翕相，因为这真做是几60年了后留恋青春的纪念。伫南投溪池乡的明潭国中，这一届敢若2位毕业生，专业的团队专工替因的青春做记录，也到制作毕业纪念册。就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其实没有义务要帮我们，但是他们还是很努力，然后也这么多人在帮我们。就虽然我们只有2个人而已，就没想到我们只有2个，但他们还是愿意进来，然后花1整天的时间帮我们拍毕业照。有一寡学校因为经费不足，学生也较少，做毕业纪念册钱就省起来。偏乡合作愿望协会就特别来到明潭国中，完成毕业生的愿望。协会也捌行脚到济原住民部落，伫遐翕相的经验，是互成员的印象真深。像这个就是南投仁爱乡的都达国小，然后他们是赛德克族的小朋友。屏东凤港的凤港国小，就是因为想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事情，因为在网络上看到蛮多负面的新闻，那觉得台湾不是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子是鬼岛，那我觉得应该扳回这一个劣势的感觉。这几冬以来，偏乡合作愿望协会帮助127间学校制作毕业纪念册。成员用家己的专长，帮咱遮资源较欠的学生，来为乡里尽一份心力。这款好心好行，定定会互社会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挂菜除了北部人过年会来家己食做长年菜，客家人嘛会来做咸菜来保存。为着要传承这种传统的好滋味，南投县的草屯客家协会就招大家家己来种挂菜，嘛教大家来做咸菜。哎呀，烂兮兮的哦！一阵大人囡仔被裤骹撩落嘴馋要报恩啊！毋过因种的毋是稻仔栽，是北部人讲长年菜的挂菜。绵绵凉凉啊，
可以体会农民的辛苦，就是弯腰就会觉得背有点酸。伫咧客家文化内底，会伫切仔收成了后，利用水田过来种挂菜、生做咸菜，是客家人客习的精神代表。人讲的生咸菜哈，卤咸菜哦，也是快要失传了。一民野庙这里的老师，要叫他请他来传承下去。现在年轻一辈只会吃，可能不会做了。为着要传承客家咸菜的传统做法，南投草屯的客家协会就来举办种挂菜活动，叫大家做伙来为生咸菜做准备。我觉得可以让小朋友可以有这个机会接触这个农民和我们客家人的生活。应该可以种2000多棵，年冬的话就可以收成。收成以后，我们会再举办一次叫汇演来腌制咸菜。虽然对平常时无咧种田的人来讲，要了水田做事是无遐尔简单。不过大家游玩真欢喜，会当有这种无同款的体验，也希望等到收成了后，大家做伙来学生咸菜，把这传统的客家滋味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推销观光佮要环保减碳，屏东县政府伫潮州等所在设公共脚踏车P Bike 的系统，尤其是讲是真方便，而且骑脚踏车来踅市区，豆豆啊耍佮真趣味。屏东县政府大力推广公共脚踏车P Bike，今年伫潮州镇建立新点，配合潮州火车头，佮有客运转运站，打造更加完整的公共交通运输系统。佮连接潮州镇内主要的上款和景点，就是要达到旅游减碳的目标。也望要互民众骑了愈舒适、愈安全，P Bike 佮再升级，大大调整脚踏车的设备。为着鼓励民众加骑公共脚踏车，减少碳的排放量，使用 P Bike 头前半点钟有原有免费的优待，借车的方式也真多元，电子皮包、扫 QR code 等等，靠一支手机就通解决。在我们屏东市跟潮州有 P Bike 的地区哈，我们都是采用新的一个收费费率方式哈。那我们一样哈。为了有鼓励性质哈，节能减碳，然后让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然后做最后一里路的一个运输哈。那鼓励大家使用 P Bike， 所以我们前半小时哈依然是保有免费的一个方式。那未来现在有讯息是说，我们可以用网络支付，然后绑定之后，他在支付上用手机就可以去支付 P Bike 的这个骑乘费用。那这个会吸引年轻朋友哈，会加入这个。我们双铁旅游的市场，鼓励他们来潮州这边游玩。减少碳的排放量是当今世界拢真斟酌的议题，地方政府也尽心为环境出力。屏东县潮州镇唔但向地方居民大力推广公共脚踏车 P Bike， 佮甲 P Bike 站配合重要的交通运输地，就是望方便来到地游客就来骑。那游览风光，那做环保，记者综合报道。伫维权的天下大中篇这本新册昨举行发表会，册中是记录21位伫戒严之前投入民主改革运动、出钱出力、佮无求回报的志工，因为民主来奋斗的故事，咱做伙来看卖。斗阵合唱海洋的国家这首台语歌，这是中华人士真实的歌。台中市新文化协会13发表新册《伫维权的天空下》大中篇，记录台中21位伫戒严前后投身民主改革运动、无求回报的基层志工的故事。这阵基层的民主运动志工，出钱出力、流血流目屎，为这个民主运动打拼的突破，其实是足大的功劳。台中市新文化协会表示，大部分的台湾人对台湾民主发展史熟悉，大部分是较为出名的政治人物。不过，因背后遐出钱出力、流血流汗基层的志工，则是协助冲破威权体制无名影响。这些人拢是受到1979年美丽岛事件，也有1980年林家血案的影响，决定投入长远的民主改革运动。要让大家记忆的是对抗独裁者的记忆，而不是对于独裁者的记忆。但是很遗憾的，因为我们的转型正义做得比较迟，到现在我们都还在面对如何消解独裁者记忆的部分。
这民主志工有人是老师、计程车司机、公司头家，甚至是家庭主妇，真侪人为戒严进程到导致街头运动，对抗维权。国家人权博物馆馆长表示，即卖用文字将因的故事记录落来，不只互更较侪人了解迄个年代发生的代志，也互台湾民主史更较完整。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嘉义的破厝有一间老厝，伫3当前通过文化部补助的修复计划，伫完工了后，毋会使当作是大聚会场所，佮直接来推销一寡日头啊、苦瓜这的在地产业。社区时代表演传统发音，过去因拢无一个会用练习的所在。即摆透过文化部甲嘉义县政府文化局的补助，嘉义县破主司大公龙修整一间老厝，未来要伫遮推广地方产业，嘛写做时代集会的场所。活化这个地方，让人重新聚集在这个地方。那未来呢，会有共餐，然后固定会办理的是音乐会的部分。我们希望透过这种艺文活动，可以帮大家让大家聚集在这一个地方。以前这整个聚落有一大部分人全部都在做竹产业，差不多在50年代、60年代。文化部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开放予60年以上的老厝来申请。地方政府初审了后，文化部才过来复审。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表示，目前申请的数量超过40件，其中16件已经摕到补助。未来这个空间唔但会当保存，阁通好提供予社区来使用。它也不是历史街，也不是古迹，所以相对就是说，为了这些老宅开一条路哦。那我觉得这个利益非常好哦，就让我们这些私有老建筑原则上它不会被拆掉的命运。文史工作者表示，修整老厝的费用真悬，透过这个计划的补助，确实会当减轻厝主的负担。但是因为补助的费用是民众纳的税金，所以修正了后，要安怎协助这个私人老厝规划做公共使用，相关单位嘛应该爱有想法，才袂因地拍算。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一个当成立的全球交响乐团，乐团内底有来自世界197个国家的音乐家哦，因用3年的时间做一条做伙牵手、真美好的创作歌曲。最近这条曲个纪录片是做伙公布，希望在疫情期间会使用音乐来安慰世界各国的民众。来自197个国家的音乐家及各种乐器，最近演奏这首《手牵手真美好》，这也是音乐史上第一支全球交响乐团。名叫做地球乐团所创作的歌曲，伫咧世界各地录音，制作期有到3年。2019年5月，其中57位成员伫咧伦敦的录音室第一遍录音。Everyone living in different country, different language, different culture, but in the end, we just making this one piece of music so beautifully, as like one, as a whole, together. 由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得主、知名的配乐作曲家乔治·芬顿指导，音乐家用伊的旋律做即兴演奏，音乐风格多元化，也结合无同国家的本土乐器。In this current climate we have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just the thing we need, and more things, more collaborations with everybody, just literally everybody, should happen, and it should be at all levels possible. 因为疫情，演艺活动被取消，大部分的音乐家拢是伫家己的国家录音，结果后者疫情让音乐自线下行到线上，作为世界共通的语言，跨越族群文化的距离，唔但提供娱乐，也给大家一份心灵的安慰。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咱再来看日本哦，日本的疫情是愈拖愈严重，各地图书馆哦，拢会使用紫外线的消毒箱来消毒册，希望后一个借册的人拢会使安心来阅读。替读者拄则行个字，图书馆的人员将这关书一本一本摕开，放伫咧紫外線消毒箱开始消毒杀菌。消毒になるからそれで安心かなと思うだけで。で君あんのかどうかわかんないです。
日本的新冠病毒疫情愈来愈严重，针对图书馆本来伫咧疫情开始进行2018年就装消毒的机器，因为疫情的原因，这马机器的使用率增加3倍。紫外线消毒机毋但工作人员使用，照做害子的民众也当用，真受欢迎。而且伫咧消毒的30秒过程中，机器内面的风会互主家己变形，囡仔真爱踩遐看。どこまで効果があるか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けれども、やっぱやらないよりはいいかなと思っていて、いいよじゃあもっと入れたらいいの1個で。あとちょっと楽しいんですよね。子供もパラパラパラってやってられる様子が面白いみたいで。因为来图书馆的有真侪是年纪较大的是大人，为了健康，要求爱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较袂感染病毒。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咱再来看英国有一个保育团体伫英格兰的西部野放海里，嘛来观察因是安怎来起水坝，修复自然的生态。而且最近有真特别的发现，咱做伙来看卖。400多年前，伫英国野外就消失的河狸，最近伫英格兰西部的萨默塞特郡阁出现。原来是保育自然组织甲3只河狸野网，希望观察因安怎修复自然生态。河狸为了要保护家己藏伫咧水内面的鳃，袂互人发现，会利用树枝做水坝，互开水的溪流较稳定，袂伫咧枯水期的时阵看到伊的鳃。对环境来讲，也发挥防洪治水的效果，互人叫做是自然界水坝工程师。不过，这3只河狸自年初野放了后，保育人员只敢若发现树仔互因加过分了，一直到最近才看到因伫咧做水坝。Well, I was a little bit astonished. It was the first thing I noticed when I saw the dam. The amount of work the beavers put in a relatively short space of time was pretty phenomenal. 河狸是经伫2条河流汇集的所在做水坝，强化水坝的效果，比早来水形成湿地环境，也有利其他动植物的生存。It's amazing. It's created an ecosystem that wasn't here, and it hasn't been in the landscape. You know, we've had ponds and we've had man-made structures holding water back, but these leaky beaver dams are a habitat that the UK environment's been missing.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for fish.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for amphibians, insects, birds. 这3只河狸伫咧9个月内就做出这个天然的水坝，即嘛有第一件成功的案例。英国打算要野放更加侪河狸，互因建立符合人类甲其他动植物共存的自然生态。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辑。今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会落雨。另外，今仔中南部佮外岛的空气品质是无介好，所以观众朋友出门爱记得挂喙罨。来看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